青山公路環境宜人，唔少屋苑坐擁背山面海地理優勢，向來係低密度豪宅集中地。區內全新現樓豪宅項目上岸，去年成樓市回升轉租為賣，市場反應不俗。中原富區域營業董事余國忠今次帶我哋直擊上岸現樓大宅，並分享樓盤最新銷情同買家分析。Patrick 可以同我哋講下青山公路嘅豪宅最新市況？隨着2025年咧嘅市況回暖啦，咁本區相對嘅豪宅相對低水啦，就吸引咗唔同嘅買家相繼入市。咁有部分嘅豪宅咧都相繼沽清㗎啦，包括咗保利嘅津裕啦，同埋英皇嘅半海。見到呢個項目嘅外形都好靚喎，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啊？係啊，呢個係我哋咧青山公路裏邊咧最新嘅現樓豪宅項目嚟㗎，由上家控股發展嘅上岸咯。咁整個項目咧得80伙嘅啫，由1089尺到6288尺嘅單位組成嘅，間隔咧由3房1套到6房5套單位都有嘅。呢個項目嘅海景都好靚喎。係啊，呢個項目好獨特㗎，因為每一戶咧都向海啦，同埋擁有一個咧弧形落地玻璃大露台。咁發展商咧喺上年2025年咧將個項目轉租為售之後咧，都錄得唔錯嘅銷情嘅，總共錄得12宗嘅成交。踏入2026年咧，已經錄得有成交㗎啦。咁係一個2座9樓 B 嘅單位，係1089尺嘅單位，3房1套設計。咁咧成交價咧1665萬嘅，平均尺價咧15289蚊尺嘅。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分析下項目嘅買家類型同埋點解咁受歡迎啊？好啊，因為呢個項目咧戶大宅嘅設計咧喺本區咧相對性比較少嘅，同埋擁有個優越嘅地理位置啦。無論你往返香港國際機場啦，經人工島去珠海及澳門啦，或者經西部通道往返深圳灣、前海，講緊嘅車程咧都係講緊20分鐘左右嘅啫，所以吸引到不少嘅中港商人進駐呢個項目嘅。咁你點睇今年嘅豪宅市況？預計2026年嘅豪宅咧都持續暢旺嘅，呢個項目咧都會吸引到不少準買家嘅垂青嘅。